需要先帮你点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。谢谢。等回去帮你冰敷。好啊。魏光磊，你来啊？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还好吧？不是来了吗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？口红，自己送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里啊？这也很好啊，那也太贵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？可以啊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不饿。好，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当然，还要点个这个。啊？不好意思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我点餐。你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我骗你。那你现在就叫他滚。快走！我拜托你，快点走！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干嘛啦？我哪位啊？这也店里的，怎样？怎样？所以呢？知道他怎样的人？妈的，死渣男！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！笑啊！来啊！笑啊！笑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去啊！喂，等一下。喂，寄放蛋糕忘了拿了。我要去拆他的车，你要跟我去吗？可以了啦。戴紧啊，不然安全帽戴那么松干嘛？你这裤子那么多洞，你不会冷吗？不会啦，走了。哦，好，表演顺利哦。嗯。徐徐章，我爱你。小心哦。徐章，
嘘。你的前面一台机车。海边一个。哎，赶快继续准备啊！好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入场吗？可以，赶快进去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打给我朋友就好。好。你不就是那个启章的朋友叶广吗？我是。你怎么？哎，Benny，他我们朋友啊，等等开演直接让他进去就好。好 ，OK。哎，阿正，你要准备了。好，先进去哦，等等见。交给你了。好。那你就先那边稍坐一下，待会儿带你进去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让心跟着自己逆风飞行，看最美的风景。当我出细细漂浮在银河里。妈妈。